救人咧嚇，咁佢哋會覺得咧就係話，因為啲水鬼啊要揾替身啊，咁所以咧佢哋真係見死都不救嘅。咁如果佢哋落水救人嘅話咧，可能咧為佢哋咧帶嚟一啲唔吉利嘅事情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希望咧用迷信去破除咗呢個迷信，我哋就見一個天后啦，同埋觀音啦。因為天后咧，即係喺漁民嚟講咧，佢哋覺得咧就係海上嘅神嚟嘅，係照顧佢哋嘅安全嘅。咁而觀音咧就係即係慈悲啦嚇。地消費，商務部即日起放寬離境退稅政策，境外旅客同日同店買退稅物品滿200蚊人民幣就可以退稅，現金退稅限額亦都上調到2萬蚊人民幣。立法會零售界議員相信措施有助加快內地內循環，但難免衝擊本港零售業。而家境外旅客喺內地購物退稅要買滿500蚊人民幣，現金最多退1萬蚊人民幣。商務部等6個部門公佈，即日起下調至同日同店買滿200蚊人民幣就可以，現金退稅限額就增至2萬蚊人民幣，但都要符合現有退稅條件，包括退稅物品要仲未被使用，並由境外旅客本人隨身攜帶或者隨行託運出境，離境日距離退稅日唔可以超過90日。而家提供退稅服務嘅主要喺免稅店，售賣例如護膚化妝品、烈酒等或者奢侈品店。當局形容整體退稅商店數量偏少，主要集中喺北京、上海等嘅大城市，鼓勵擴大退稅商店嘅覆蓋範圍，至國際名品、國貨潮品、老字號、文創店、禮品店等。而有條件嘅地區可以喺大型商圈、景區等境外旅客比較集中嘅區域設立即買即退集中退付點。對促進入境旅遊會起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作用，也有利於更多國內優質商品走出去，特別是一些具備文化內涵的創意產品、非遺商品、特色工藝品，以及承載着最新發展成果的智能產品、國貨潮品。本港立法會零售界議員相信措施可以促進內地內循環，但同時難免衝擊本港消費。因為香港其實係一個免稅港啦，咁其實呢個係外國嘅優勢嚟嘅。咁而內地如果而家喺個免稅嘅情況啦，如果對於奢侈品嘅話咧，都有一個免稅嘅話咧，咁可能都會吸引到唔少嘅朋友咧，有機會去到內地咧去購買啲唔係咁高價值嘅貨品嘅話咧，咁啊應該只係錦上添花啫。因為香港市民平時上去買幾百蚊嘢嘅話咧，你就算唔退稅俾佢，佢可能其實佢都係會好開心咁去買嘅。佢話：本港可能要調低零售價吸客，但面對租金同人工壓力都唔簡單。無線電視記者黃子月報道。長和計劃出售包括巴拿馬運河港口在內全球43個港口權益，據報交易將會分拆。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話，各方不得採取任何方式規避反壟斷調查。《華爾街日報》今個月中報導，長和出售海外港口將會分拆，兩個交易繼續進行，即係將兩個巴拿馬港口由交易中剝離，先出售剩低嘅41個港口。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喺網站發布答記者問紙，高度關注有關交易，將會依法進行審查。交易各方不得採取任何方式規避審查，未獲批准之前不得實施集中，否則將會承擔法律責任。就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港口一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3月底曾經表明注意到呢一宗交易，將會依法進行審查，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外界都關注會唔會擴展到其他方面，例如係學術交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話，一直有留意。暫時我哋就冇收到有任何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政治嘅問題而影響咗我哋學術同埋教育之間嘅交流，同歐美嘅一啲即係院校嘅學生交流嘅協議都繼續進行。佢話：本港學術環境同埋政府投放相對穩定，呢2年反而吸引多咗海外學者嚟香港教學或者研究。不過，直至今個學年，本地8間資助大學嘅內地教職員比例增加到大概4成，本地同其他地方分別佔大概3成，係咪健康呢？蔡若蓮就話：大學重視國際化，相信未來10年呢個比例會維持。
佢哋都好需要呢啲尖端嘅學者留翻喺國家嗰度，所以我又唔會睇到咧，即係話會好大量咁樣咧，係即係可以俾我哋搶到。係你話會唔會去到50%咧？我又唔覺得咧，即係大學會係喺呢個階段會進行。咁當然將來以我哋國家嗰個教育嗰個發展嗰個高速嘅程度，同埋過往咁多年來咁多去海外留學啊，或者係喺海外學習，咁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嘅環境變化而考慮回流呢？呢個我哋都唔排除。佢反而認為將來如果有更多嘅配套，例如係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起好，可以進一步提高8大非本地生40%上限嘅比例。不過而家部分自資院校嘅相關收生已經超出上限，最高係超過60%。蔡若蓮話有發警告信。我哋都會記錄在案，包括咗咧，亦都會將呢一個嘅警告信咧，嗰個信息咧，俾埋呢一個嘅我哋學歷評審局。對於自資院校嚟講，都係好嚴重㗎啦，因為佢哋開辦課程啦，或者係佢哋即係個續牌啦嚇，或者佢哋個發展咧，其實都係要睇佢哋個質素㗎嘛。咁所以呢一個嘅評審咧，佢哋都係非常非常重視嘅。不過佢話始終已經收咗生，相信情況都要時間去糾正。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道。